中嘉宽频上主车有线电视所制作的节目《南岛印记》，主要是增加民众对故乡历史文化认识，透过学者专家解说加导览，传让观众了解这个土地曾经的历史。不管是台南盐的产业发展，体验过去拍盐的辛苦，或是记录三观下共同将大港流域当作学校，打造出甲河海共生的流域学习，以及面对台南四百，带大家重新加入安平来上一节历史课等等的主题，让大家更加疼惜这片土地。如果有渔获的话，就从这边打开。今天有没有渔获？没有渔获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：要不要珍惜海洋资源？中嘉宽频对成立以来长期投入地方文化推广，对家人到高雄持续制作并播送反映地方特色的文化节目，所以受到 NCC 肯定。今年度除了上主车有线电视以南岛印记核酸优等，另外基隆、港都、庆联等有线电视嘛摕下优等，总共4个大奖，成为全国有线电视上届车影。该节目嘛将安排伫中嘉国有线电视的平台放送，让更较侪观众有机会欣赏优质的地方文化节目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